野火喺道路同真理，是人快 PSA。父親嘅屋企開咗，成日都蹲緊。我會為你哋每個人準備一個地方。咁我會返嚟帶你，等你可以同我一齊喺度。我去邊，你識路。只要相信同跟隨佢。主啊，我哋唔識路，指路引導我哋。我係道路真理同生命，如果冇我，你就唔可以嚟到父面前。識我嘅人都識父，你而家見到佢啦。向我哋照是父，當我哋嘅心免於懷疑。佢話邊個見到我就見到父喺我身上講嘢。我喺父入面，父永遠都喺我入面。我講嘅說話，父做所有嘅工作。相信就算你係弱嘅，相信係因為我做過嘅所有工作。佢係道路真理同生命，信佢嘅人就會永遠生存。佢會做佢做過嘅嘢，同埋更大嘅事，因為我去到父面前。去父屋企嘅路，心中光明，跟隨佢嘅腳步，你就唔會迷路。我活喺佢身上，我安寧，永遠同父一齊，天堂嘅幸福。